略，主要是咧建立着男女平等的教育资源甲环境。但是性别的网站女人迷所做的民调，这个职业场所也是存在性别、年龄甲身体外貌的偏见。人力银行的调查有将近60%的女性认为，这查某人伫咧工作的场所也是互看真无。这个职业场所对部分的女性也是真无友善。 You should be an engineer. I'm a Negro woman. I'm not going to entertain the impossible. 2016年，经典电影关键手术讲的是1960年代一群来自非洲的女性数学家，伫美国太空总署服务，因为培会涉水甲性别被刁难，要不因为挖靠家己智慧甲坚持，协助美国订阅计划成功。这出电影上映了，唔但为女性甲少数的种族发声，佮被奥斯卡提名最佳影片。要不依照女人迷今年做的民调显示。 上班地方依然有存在性别、年岁、外貌偏见，有超过60%民众认同。我有听过同事开别的女生同事的玩笑，不过其实不是只有男生会对女生这样，女生也会对男生这样。不会，因为我们公司女性的那个好像讲话都比较大声。人力银行共款针对职业妇女做调查，有超过60%的女性自认为已经经济独立，不过伫影响力的部分，依然也有69%的女性认为本身无法度伫工作上做出重大的决定。调查嘛显示讲，有将近60%的女性感觉这款性别的歧视共款真严重。 有关上班的压力来源，头一个是工作表现真好，不过无加薪；过来是定时无尊重，另外就是工作压力伤大。伫家庭部分，敢若较无1/3的女性认为家庭压力较小，显示无平等。比如说在出差啦、应酬或签约的时候呢，不应该主动排除一些女性同仁，应该给予同等的这个表现，也就是升迁还有加薪的一个这个机会。 3月7日，除了是妇女节，同款嘛是性平法实施20周年。虽然性别的问题渐渐受到重视，不过伫上班场合依然有看袂到的所在需要注意，朝着创造性别平等而且友善的上班环境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